马太福音10章16节到30节，伫白话语13页，台语和日本嘛是13页，和合本嘛是15页。恁来看，我来强读。这世代，我要用什么来批评？伊是亲像婴仔坐伫家市里，来叫因的谈判讲：阮对因分体仔，恁无跳舞，阮捌悲哀；恁无追凶，因为约翰来，无食无啉，人就讲伊犯着鬼。恁囝来，也食也啉，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甲歹人的朋友。若是智慧对伊的所行显明伊是对。20节，耶稣捌伫遐个城行侪侪宽容，因为因拢无反悔。迄时才责备伊讲：哥拉斯啊，你有灾祸！伯赛大啊，你有灾祸！因为恁伫中间所行，这个宽容，若有行伫推罗甲西顿，因就早穿满衫恢复来反悔。若是我甲恁讲，着审判的日，推罗甲西顿比恁犹较紧担当。加伯灵啊，你欠要得到举起到天啊！你要对落因府，因为伫你的中间所行，这个宽容，若有行伫所多玛，就到今日伊要伫地。24节，若是我甲恁讲，着审判的日，所多玛的地方比你较紧担当。当迄时，耶稣应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乐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智慧聪明的有隐瞒伊，对细囝有显明伊。爸啊，是啦，因为你看安尼做欢喜，万项有对我的爸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甲囝所爱要指示的以外，无一个捌爸。恁既若着我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的心内温柔谦顺，恁派我的担，要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紧，我的担是轻。以上，好了，咱请妇女献歌队。
感谢福禄县官队用水的歌声来讹乐上帝。讲道有感而发，咱请潘牧师。愿意家在平安，感谢主来当各一届来敬拜上帝，咱先三间来祈祷。弟妹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今早起，搁来到教会做来敬拜，一切拢是出于上帝恩典。高受所有兄弟有平安、健康，以及追求明白上帝心，来回应上帝呼召的心。愿主你搁一届用信心来充满着阮，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语，搁一届得到气力，也互阮有气力会当来去活出好的见证来。愿主你来赏赐福气，互阮会当不时来传福音，将一个人来传入教会当中，来引传因来明白耶稣基督。求主来顾守天气寒的时阵，阮教会长辈的身体健康，顾守因出入有平安。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日的经文有三段，也是讲家己看的时阵，咧奇怪，到底是咧讲啥物？这段是咧讲，我要是用啥物要用啥物来比拼这个世代？要用啥物来比拼这个世代？所以伊就讲囡仔咧佚佗的时阵，讲啥物我这个因是用这个咧耍的时阵是讲阮对你分，迄是讲要安怎讲？直啊、撇啊、塔啦、谢谢塔啦。我对你分塔啦，就是讲我咧甲你耍这个结婚的这个咧耍这个结婚的这个这个游戏的时阵，你无爱插我。若是我对你咧耍这个若是有丧礼的时阵，你也无对我有反应，恁也对我无反应。耶稣就咧回应讲，有人咧怀疑讲，伊到底是啥物款的人？咱来看头前的时阵，洗礼约翰坐伫家里，找见伊的学生来去问耶稣讲，到底我等待是你吗？耶稣就甲讲，是啊，是我。你看我所做的代志，伊边搬鬼。总是洗礼约翰伊所明白的，耶稣基督是你来应该是爱审判。那耶稣讲，时还未到，我来先赦免伊边赶鬼，报好消息互这个人。等这个人认罪悔改的时阵，转来到上帝身边的时阵，到迄日我搁来的时阵，要来行审判。总是耶稣基督伊对即个世代所讲出来的话讲，无论如何，我甲恁报扬天国的好消息，天国偌好，亲像即个囡仔咧甲恁分即个得共款的时阵，恁无反应。我若是甲恁讲天即个未来审判真恐怖，就是讲真侪人无法度即个会当进入天国的时阵，恁也是无爱插我。我若是讲地个真恐怖，恁也是无爱插我。然后洗礼约翰来，到会当 PPT 帮我放即个咱的经文安尼看较方便只有我看可能大家毋知我咧讲啥。咱来看到第18节迄个所在伊就讲无论如何，你就是要批评我啦。约翰来无食无啉，人就讲伊去犯着鬼。我来若是搁食搁啉恁就讲我是爱食的人啦。到底牧师要安怎做较好？伤散，无上帝眼光，伤大颗，便当无咧做工，坐伫遐办公，拢无去探访，出去探访，一工到人咧找无人。但是耶稣牧师所讲的话，我插伊。来，兄弟姐，咱都爱来传福音。咱伫过年的时阵，咱都爱为咱厝里的人来祈祷，也鼓励因来参加新春礼拜。结果那拢无人插我安尼。我老讲比如啦，毋是讲咱教会真正安尼，讲比如所以讲，伊就讲第一段是咧讲讲奇怪咧。较会安尼咧，我对即个世代人所讲的话，因拢无感觉，到底是安怎？因拢无感觉。第二段是咧讲啥物？PPT 麻烦帮我
拍我的经文出来吼，谢谢。已经到20节遐，到20节哈。伊有讲吼，对足侪城市的审判，你会奇怪，哪会讲的，佮对城市的审判？当然嘛，伊就讲哦，我头前所做的代志，你拢无反应，耶稣讲我捌对遐个城行济济的新业啦，因拢无反悔，迄时才来责备因讲恁遮伊所行的遮个新业的遮个城市拢是家己边仔的城市，伊行即个新业伫迄个所在，但是看到的人犹原是毋信啦，犹原就是无甲耶稣基督当作是迄个要已经来的弥赛亚。因无感受啊，所以耶稣讲我要来审判遮个城市，因为我所做的恁无感受。头前是我所讲的恁无感受，然后是我所做的恁无感受。第三段咱来看到25节迄个所在，25节，伊就讲到迄个所在，伊就讲耶稣伊讲爸啊，天地主，我学了你，因为你要将遮个事对智慧聪明的人有隐瞒的，伊的意思是讲对家己感觉家己有智慧的人，甲藏起来啦。就讲，请迄个世代人家己感觉伊家己真有智慧啦，所以伊对耶稣所讲的话，伊完全是无感受的啊。伊甲耶稣是看到耶稣所做的代志，伊是袂反悔的啊。所以讲，要甲即个。好啦，恁若是拢无感受的时，我就甲即个天国的福音，我甲藏起来，互恁家己来敲吹啊！若是讲即个咱要互囡仔有兴趣的时阵，咱就甲物件藏起来讲你若吹到，就是你的哦，即个意思。你甲摕伊的面头前，伊就袂珍惜。总是你若甲藏起来的时阵，伊就开始吹，有趣味。又讲等下。我要甲遮个物件藏起来，互恁家己去找。但是家己找是真艰苦。你若是咧耍的时阵，迄礼物藏起来真好耍。但是若是讲即个锁匙，你要转去厝呢，甲即个锁匙甲开门的时阵，即个锁匙甲藏起来的时阵，哇，你就真着急，敢毋是？伊就是讲，我要甲天国即个锁匙得救，即个锁匙要甲藏起来，恁家己去找。第26节，伊讲爸是啦，因为你看我安尼做欢喜，万项有对我的爸交付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囝甲所爱要指示以外无一个捌爸。意思是啥物？我就是基督啦，就是天父上帝所引出、所启示遐个人，才会当认捌我。什么人会当耶稣所做的代志是天父所看作欢喜，就是讲天父上帝看作对的代志。耶稣所做的代志，就是天父上帝去交代伊所做的代志。咱若是对着耶稣基督伊交代所做的代志，咱来行，咱做伙来行的时阵，咱的所行，就互爸欢喜啦，互天父欢喜。咱继续来下面看28节迄个所在。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我顶摆讲过一摆，咱做伙来读，预备来。我心内温柔谦顺，恁唔该着就对恁的信心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道是紧，我的道是轻。因为是啥物？讲见若着毛担重担的人，就是讲你一直咧即个世代一直咧憔悴，想要找到真理，想要找到入去天国的道理的人，即个人。恁就来就近我，伊呼召，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一直用你的手去守律法，守旧约的律法，真忝，但是无效果。若是有效，迄个少年，
少年的肝，年轻的肝，少年肝。啊，我爱问淡薄说，迄个半暝啊去找耶稣，迄个少年的肝，若阁无爱困，伊的肝就是变乌白。半暝啊去找耶稣，问讲啊，我是要安怎得到永远活？伊即个人，伊伫咱中华圣经内面讲，伊是有财帛咯，伊遵守律法，会记得无？半暝啊去找耶稣，然后伊厝年真好呀。落尾伊就问耶稣一句话讲：啊，主啊，我要安怎爱才会当承受永远活？就是讲伊的律法内面，我都互伊得到安慰平安嘛。伊心内所看、所想的即个律法，伊守即个律法，但是感觉讲无啥路用呢？伊守律法。律法内面甲讲，你若是守律法会得到福气，但是伊有福气啊，但是伊嘛是会死啊，永远会死啊。伊听着耶稣讲永远活的福音的时阵，伊心内大欢喜，讲哈，我真好业，我阁真少年，然后我生了我袂歹看，我要永远会当得到即个快乐，所以我要安怎才会当永远活？人若是活了真好的时阵，伊是毋是就会一个所在，无想要转去？敢毋是？咱若出国去佚佗的时阵，去度假的时阵，住饭店真欢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无想要转去，讲哇，若是永远活伫遮活好。待到第五天的时候，伊开始亚身，哇，就想要转去厝的呢，因为你著知嘛，迄个所在毋是你的生活啊。咱去。放轻松两三天啊，袂要紧。到第五天的时阵，袂管事啊。为什么？因为钱无够嘛。哪有我嘛住一个月？无啦，毋是啦。我的意思是讲，你因为迄毋是你的生活，你讲你的厝毋是伫即个所在，你转去的时阵，你的厝边的人，甲你所意爱、你所关心的、你所真了解的一切。伫台湾嘛，毋是你去度假迄个所在，去日本、去美国、去澳洲，毋是啊。无论你出去偌久，你落尾你会想，哈，想要转去厝咯。但是即个少年官伊为虾米伊欢喜伫地面上？因为伊感觉讲，伊无永生过即款的观念的时阵，伊要安怎承受永生？伊无对人若是人是上帝所创造，若是死的时阵爱去见上帝的面，即款的观念，伊是要安怎来去承受永生永远活呢？永远活毋是讲永远咱的肉体活会袂死，是咱的灵魂会当重新搁甲天父上帝搁结连嘛。永远的死就是永远甲上帝隔离嘛。这是圣经死甲活的观念嘛。若是咱甲上帝结连的时阵，咱的灵魂、咱的身体会重新搁活起来，然后咱会当伫天顶生活。这启示录内面所讲，永远死就是甲上帝离开离较远远。到审判的时阵，你受审判，然后到无法度即个熄的火内面去生活，真痛苦。到什么时阵？到永远。所以耶稣讲，遮个人会因着呼调讲，来，紧啊，着毛担重担的人着就讲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一直咧拼命做工，恁咧烦恼即个世间的代志，但是耶稣所讲的代志，恁拢无反应的时阵，恁的心会真着无重担。耶稣讲，恁来就近我，就是讲，恁爱对我所讲的话有反应，恁爱所讲看见我所做的代志，恁若有反应，恁爱相信来跟对我。然后伊阁甲伊讲，恁来就近我的心内是温柔谦逊。我无亲像遐法利赛人共款，叫恁来行律法得着救。我的心内也温柔谦逊。恁若来就近我，我互恁任务嘛，恁就派我啥物担来学，来对我学，对着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意思讲，你来派十字架啊！你来派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对的啊，
毋是你家己认为迄支律法的十字架，是派迄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得伫顶面的迄支十字架，流出的宝血已经，互恁会当得到已经得到即个洗净，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迄支十字架，所以恁较有法度心内得到安息。人无法度，恁咧家讲牧师讲，人无法度得到安息，是因为恁拢关心无重要的代志，恁拢烦恼无重要的代志。所以地教讲，咱的心无法度得到安息，你连徛倒摆的时阵，你嘛心内嘛咧烦恼讲，哈，敢若要落雨啊，厝里衫个还袂收，然后你就开始生气哦。阮兜迄箍吼要落雨啊，吼，拢毋知我咧看电视哦，我咧徛甲转紧的。我转去心门拍开，绝对看电视，衫无收啦。然后搁想啊，吼，我嫁互伊遮侪冬，歹命。我即个时间我就爱徛倒摆去买菜，伊就是即厝里翘骹咧喙唱。吼，少年时阵一工讲我200箍要安怎煮食？我一个较好的物件拢买袂起。你哪徛心内哪动荡，你知影？哪徛哪生气，去到菜市买菜的时阵，你食要创啊？迄肥的啊，莫啦！哦，我着搁替伊想，伊拢要我替我想，我着想讲伊食了伤肥，心中挡袂牢。我若是想讲伊食了伤歹，营养阁无够，我拢替伊想呢。我嫁互伊40冬吼，哪想家己哪艰苦，寒菜哪来哪生气，哪生气，徛倒来，要落雨啊！你搁一届，你搁都今天醒来一届走，要落雨，伊搁咧看电视，我搁爱寒菜，绝对袂落来帮我寒菜啦，看电视尔啦，无路用啦，我可怜啦，哪像咱。心内动荡，然后生气，门转去的时候门开去，砰一下，真正咧看电视，开始要骂，我嫁互你遮济人，我搁歹命，奇怪咧，你创啊？你创啊？我足歹命啦，我袂瘾煮啦，有无？你唱上大声，莫讲无啦。较老实的，有无？有啊，对无？你就是拢在意人讲迄无路用的话，啊，你心内咯愈来愈动荡。耶稣所讲的话拢我插伊。我今仔早起嘛共款啊，我寒到尾后，我毋敢穿迄领我的迄个毛线外套、碰衫衫，因为顶礼拜咧讲道的时阵，一个妈妈甲我问讲：“你无爱烫？”我寒到尾后，我想爱烫。我惊我毋敢穿呢，寒到尾害。我讲啊，我就是即款人。你心内就是咧想迄无容易的代志，你的心内无法度得到安息。但耶稣讲：“你来跟对我，我讲的代志是重要的，我所做的代志是为着你做的。然后你来跟对我，我是温柔的。”恁毋免惊，你就算讲你穿外套讲道嘛袂要紧，就算讲你有无外套好穿嘛袂要紧。我袂因为你的体重活重来，互你袂无法度就天国，也是爱减肥。所以咱有时咱的心就是安尼，你了解无？咱心就是安尼，咱拢去关心迄无重要的代志。所以第一段，耶稣讲：“我要用啥物来比如即个世代？我所讲的代志，我讲天国真好，恁无爱插我。”第二段，审判才会成事，我所做的，恁也无爱悔改。第三段，呼召遐个认捌要追求耶稣，真正要追求耶稣的人，啥物款的人来追求耶稣？行洗礼约翰因的核心，因来追求耶稣，到底你是毋是冤所顶台，谈听候因为
安尼了解无？三段爱才安尼读。所以讲，我今仔的经文叫做有感受来出声发声，应该是讲对上帝的话语有感受，然后回应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有一个广告真笑亏，伊就讲一个小朋友骑脚踏车，骑去咬着阿嬷的骹，阿嬷伫客厅困，结果叫个小朋友哭，阿嬷，阿嬷说惊着，这样讲，安怎你哪咧哭，乖孙？你哪拢无反应？咬着伊骹无反应，迄个就讲循环无好无，所以咬着骹无反应的时阵，囡仔讲阿嬷困的往生啊，我去见上帝吼，阿嬷那困去见上帝，阿嬷循环无好，所以对即个无反应嘛，无感受嘛，无感觉嘛，对人是无感觉的嘛，对无？所以顶摆我也讲着讲，咱教会是具体的时阵，你若是假的吼，看起来是真的啊，假啊。看起来敢若是真的啊，但是问题是伊无反应啊，你安尼甲拗啊，我讲用这个摕物件，敢有法度？无度。我用这来要共比，敢有法度？无度。哦，安尼。有的人无对上帝话语无反应，就是假的机体嘛。伊对教会所发生的代志，对兄弟所发生的代志，对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代志无反应嘛。无反应，无感受啊，对无？无感受嘛，伊假嘛，看起来敢若真诶，敢若咧做礼拜，但是行出去诶时阵，无反应啊。敢若有咧做礼拜，有咧做咧敬拜，但是要性命要改变时无反应啊，对无？拢无反应嘛，这假嘛，看起来敢若真诶，甲斗一只，但是伊有啥物路用？伊会敢会当去共摕钱，啉钱出来，无法度。看起来是真诶啊，但是伊完全是无上帝所想出诶气力，甲即个伫内面啊，对无？这是安尼嘛，对无？所以阮细汉时阵，妈妈讲一句话吼，伊定定讲迄句话，我就知影讲，伊讲迄句话我会互拍，但是我嘛是拢可以笑出声。阮妈妈生气诶时阵吼，拢会讲，你甲我诶话当做是狗放屁共款哟，然后咧。我妈妈就会想，我妈妈就想起，你笑啥？耳仔念的哦，为什么要搞念的耳仔？甲你讲你拢无咧听。好啦。但是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咧甲恁讲，你拢无咧听。我所做的代志，恁拢无咧甲我信透。我所做的代志，恁拢毋信。然后我呼召遐真正。信我、明白我，然后愿意对我所讲的话的人有反应的人，才会人嚟来跟对我。恁真正来跟对我的时阵，恁的心会有反应，恁对人会有反应，恁对你所看见的代志会有反应。所以有一个印度一个查甫人，一个先生。伊到伊的餐厅食饭的时候，看到两个小朋友收回收的这个小朋友入去餐厅，讨一杯水啉，讨一杯水啉以后，然后伊就看逐个人桌仔顶咧会食物，所有人伊经过足侪人的边仔，有人甲赶，有人无插伊，但是看会出来，迄两个小朋友真枵。伊讲伊看到迄个弟弟吼，一个即个弟弟吼，两个人去，看迄弟弟咧捡人摕拿去地面上即个饭粒仔咧食，足侪人看到，但是无人有反应。但是即个先生伊家己的经济嘛无啥好，伊就感觉讲袂用诶。伊既然看到啊，伊爱做出反应，伊就请这两个小朋友食饭。然后迄个小朋友真欢喜，食落来要开始食的时阵，伊的迄个姐姐就讲：咱先去洗手，然后讲说多声以后，咱才开始食。伊这个小朋友讲即句话以后吼，
迄个先生伊的心内真感动，看到因足紧甲因的饭食了以后，甲说多谢，然后离开，无互任何人造成麻烦。然后伊要去，即个先生伊要去算钱的，要去付钱的时阵，伊的店员，迄个店员就讲，迄个要头家啦，就讲，你食的饭以及其他两个小朋友所食的饭，遮所有餐厅的人拢甲恁付好，所有的人徛起来甲拍破啊！真实的，阮对人的苦难无反应。真实的，即个迄个先生老目屎，伊讲啊，我无心所做一件坏事，竟然我家己会得到好处。所以是应该是爱对即个人所讲的爱有反应吧。来看见人所踮伫苦楚的所在是痛苦的时阵，咱是爱有反应。但是咱心内定定拢是对咱家己心内咱的生活有反应，定定拢是活伫即个即个家己的循环当中。昨下晡阮咧想好木者的营会，伊就讲即个一个系统嘛，你的系统就是你看见，然后你心内安怎想，你就安怎相信，啊，你就感觉讲会就是安尼。就算讲你转去厝呢，门甲拍开时阵，衫已经收好煮好，电视已经关啊，恁翁伫遐咧撸涂骹咧，啊，我讲哈，我足歹命，一定是感受到我生气来较安尼做，因哪有可能感受到你咧生气？你也是感觉讲伊无好，你真歹命。但是耶稣基督来讲，毋是安尼，恁来跟对我。恁的心内想我的话语，恁来祝福，恁来领受，恁来有反应。恁莫逐个一工教人，你看人无好，看恁厝里的人无好，看身边兄弟无好，看即个人讲了无好势，得失你。毋通将这放伫心内，爱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内。什么话语呢？我是温柔谦卑。你来学习，你来跟对我。咱爱徛伫对方的立场来去想，咱爱徛伫伊所爱意爱来去想。这个有个古语叫做同理心。有一工，迄小白兔去钓鱼啊，第一工钓袂着，第二工钓袂着，第三工钓袂着，第四工的时阵，鱼仔跳出来，甲扇喙皮，啪啪，你来甲我拍！迄鱼仔就，足侪鱼仔就浮出来，就对伊咪讲：你若是搁用菜头倒来钓鱼仔，我就甲你拍互死。菜头是小白兔爱食的，但是鱼仔就无爱食。伊就感觉讲：哦，我用这钓就对着。鱼仔就讲：哦，你莫甲我弄脏死来，你感觉摕来钓，因为就是咱感觉讲啊，伊爱我爱这，对方就一定爱这啊。我所想的就是安尼嘛。我所想的就是安尼啊！我想你是歹，你就是歹啊！我想你是对我无好，你就无好啊！我想我真委屈，我就真委屈啊！但是根本毋是安尼嘛。一个人有好有歹啊，一个人有贫惰有贫困啊。伊可能定定互你看电视，但是伊想到的时阵嘛是会甲你掠零一下。你看到伊定定脾气无好，但是伊想到的时阵嘛是会去生活一下。你看着伊定定敢若敢真贫惰，但是有闲的时阵，伊也是会出去运动啊。咱无法度24点钟拢看一个人的歹，无法度24点钟看一个人好。咱只是爱耶稣所讲的话语是讲，恁来就讲我是温柔的，请恁也学习我的模样温柔，请恁来看对我所讲的话语有反应。请你对我所讲的、所做的代志会接受。所以讲，伫美国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少年人伊去买物件，伊塞车，结果塞的叫一个老妈妈就对伫个身边，对足久的，对足久的。即个少年就停，伊就甲看，结果
迄个老妈妈就家己喺伊边啊，就真足甲看。啊，结果即个先生就讲，即位妈妈就问你有啥物代志？啊，即个伊就讲无，你小互我对伫你后壁一个好无？好，然后对，到即个要算钱的时阵，要结束的时阵，伊就徛喺伊头前了额头，看迄个先生，迄个先生有看了，个心内真无自然咯。即位太太，你有啥物代志？那一直甲我看足久的呢？伊讲无啦，真实的，我看到你吼，敢若亲像我已经死去的后生共款，我真歹势。哦，我看到你，我就真想我迄已经死去的后生。我一个愿望就是讲吼，你敢会当叫我一声妈妈？结果因后生心内有感动啊，迄个先生感动了，讲哇，我伫咧坐即个超级市场的时阵吼，咧坐家乐福的时阵，拄着即个老妈妈吼，因囝可能过身啊，可怜我做好代志，好啦，我来叫你一声妈妈，妈妈，乖囝。结果到伊要结束的时阵，迄个小姐讲4350箍，哪会遮贵？你头前迄个妈妈讲后，你来结束，这真实的故事啊！这真实的故事。有时咧，咱爱对人的话，啊，佮伊所做的代志，咱爱分辨，敢毋是？人所做的代志，有时也互你欺骗。但是上帝所做的代志，伊若是好对咱讲来就跟我的时阵，咱来跟到伊，因为伊是温柔。咱若是派伊的十字架，是轻的；咱若是派咱人生的苦毒怨恨十字架，你连徛倒摆就感觉沉重。了解无？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我这段时间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祈求主，你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互阮的心得到安息。阮对你所讲的话有反应，求主你来帮赞看顾各种所有兄弟，特别是长辈因有上帝所赏赐的这款的喜乐平安充满伫的心中。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咱三个来回应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星的带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胆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咱起立来吟选首。
奉献，咱请坐，咱请祭司来受奉献。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啊，赏赐的是你，客气的嘛是你。阮得到你大大恩膏、恩典甲祝福，但愿用信心的奉献，求你感纳，嘛互阮伫教会使用得到你的帮助甲引带。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之名。请坐。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小会报告。第一小点，本会定伫2月21号主日上午9点举行2021年的定期好会。会后有提供一般的食物吼，未交事工报告的单位，请紧来到办公室来交资料。第二点，本会定伫2月21号下晡5点半举行受访者勉励餐会，地点是附院体验会馆，伫博爱3路330号。敬请各单位伫2月4号拜四进前往办公室报名，互餐会倒数来准备。第三，会籍专区甲专业 A。同意本会信徒戴牧师夫妇甲因的囡仔全家会籍转出到高雄中会主管教会。B. 同意本会信徒庄美新姊妹的成人会籍转出到高雄中会桥头教会。C. 叶君姐妹的成人会籍对中台教会转入到本会。以上原著束缚。第二点，下周主日2月7号下晡3点半召开2月份定期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第三点，中执会消息。第一小点，本会对本主日起接受109年度上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对国小到研究所收件杂志到2月14号主日，依规定申请，而且符合标准的，本会定伫2月21号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来颁发奖学金的鼓励。第二点，中执会通过上新的奖学金申请办法，109年的年度后期的奖学金对是上新的办法提出申请，敬请留意。来
详细看第8页到第9页。第4点，本会定伫2月12号拜五上午9点举行2021年新春青社礼拜。本会各圣歌队、学青牧区、儿童牧区来献诗，会后有茶点心来联谊，欢迎兄弟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第5点，春节假期。第1小点，2月10号拜三下晡8点的祈祷会，2月14号拜6的青总礼拜暂停一道，敬请兄弟留意。第2小点，对2月11号拜4到2月16号拜2农历新春年假，除了2月12号拜5新春青社礼拜，2月14号主日礼拜3场照常以外，本会办公室无上班，敬请兄弟留意配合。第二大点，具体消息，合作社第1小点，第8届110年度当选名单如下：理事长于海平，理事彭立忠、张美惠、刘天平，邓伟仁、何荣忠、李万忠、康信福、黄秀玲，常务干事詹玉德，干事黄进德、陈学良。第2，各式领取杂志到本主日，超过时间还未领的转入估金。第3点，纪念品兑换杂志日是到2月18号，超过时间还未领的，以弃权来论，无补发。第3点，组合贷款专案利息是0%，对打开始到协会每学期组合贷款额度一直到额满为止。欢迎来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愿贷款的，请往合作社来切顺办理。教界消息，咱请老师。可能就自己看了啊。我来补充一些事情。咱的教界消息，咱家看吼，因为我有但是要甲大家做一项补充报告吼。头一项是咱所敬仰的平湖顶路、蔡桂华顶路吼，下早6点35吼，蒙处分条就出来吼，可能咱也常常会感觉真意外吼，伊这段期间身躯也较无好，但是咱想象袂到吼，所以主拢有伊的时甲期，虽然真毋甘，咱嘛是爱顺路主的旨意吼，所以伫即个拜五下早起8点要伫伊的厝吼，遐举行日暮的礼拜吼，伊的厝地是伫迄143遐吼，9点就伫迄个咱的殡仪馆要举行火化吼，2月7日就是拜六，下早9点要伫教会做教会葬的礼拜吼，11点伫干那园来举行安葬礼拜吼，所以这甲大家报告，请咱为着双家来带祷吼，互这一切丧事的办理拢会当真顺遂吼。第2项就是咱头拄仔有即个讲咱教会即摆即奖学金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吼，因为咱过去就是拢讲较简单化啦吼，就是讲囡仔伊若出息有够偌济，伊的成绩偌济，咱就甲有奖励。咱即摆是搁较进一步，就是讲免较培养。即个囡仔读册好是真好，但是伊若无内心上个智慧，伊若无追求，伊若无服侍，伊无成长。对上帝的角度来讲，咱就感觉较可惜。所以咱有一个，因有一个出色
吼，因嘛着礼拜有时因着爱会晓听，毋是讲听，着爱个有笔记吼。过来因爱有灵修，这个记录咱拢会无共款的即个会奖励，搁因昨个礼拜昨个有赛吼，所以咱就较有这咱甲大家报告，咱大家详细注意，这是以后期开始较安尼啦吼，甲大家补充，好，多谢。祝福齐恳，阿乐天顶主宰，咱起立来吟传首。祝祷，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信心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所授赐满满的健康平安福气，充满伫恁，对大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闭会。